后来最近以来咧，海峡两岸局势不止啊紧张，也毋过咱台湾甲美国的关系是大有进展。外交部长吴钊燮一句讲，目前并无要寻求甲美国建立着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个话引起着社会讨论。针对这个代志，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有动作咯，因伫立法院来提案，要求蔡政府应该以美国甲中华民国恢复邦交来作为对美国的外交目标，而且积极来推动。结果，这个提案早起立法院调也拢无异议通过了。行政院长苏贞昌惊替国民党，总算是良心发现。飞行机尾有美国国旗行政专机，载着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刷来是台美断交以来访台最高层级的官员，国务次卿克拉克，两国的关系愈来愈好，不过已经超过40年无正式邦交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案，要求蔡英文政府积极推动台湾甲美国恢复邦交。台湾会跟美国从有外交关系到没有外交关系，都是国民党搞的。而现在国民党终于良心发现，也是好事一桩。这样讲话实在是有失这个阁揆的高度了哈。吴钊燮曾经公开说过，现在不寻求跟美国建交，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方向哈。国民党立委伫讲外交部长讲现阶段无要寻求台美正式邦交的讲法，因为有民调显示讲，60.4%的民众支持蔡政府这阵应该赶紧促成台美恢复邦交，要5%民众支持美军驻台协防台湾。因此，国民党嘛提案，蔡英文政府应该积极说服美国帮助台湾对抗中共。两个决议案拢通过，要安怎做？立委冇期待。我们希望国民党今天是打真球，不是打假球。意思讲，希望国民党唔是做表面的尔。